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咧，佢哋嘅歌曲啦，或者佢嘅做人嘅態度咧，都留下俾我哋好多嘅美好回憶。咁以下落嚟呢幾位嘅朋友咧，亦都係好想藉住今晚嘅音樂會啦，可以再一次希望佢哋嘅藝術精神可以影響一代一代。而第一位嘅朋友咧，我搞好多歌唱比賽，到而家呢一刻咧，都係好多年青嘅朋友。我覺得年青朋友係真係10幾歲嘅朋友啦，佢會唱佢嘅歌。呢位朋友就係張國榮先生。幻變的一生，默默期待一份愛。踏過多少彎，段段情路也失望。我不甘心說別離，仍舊渴望愛的傳奇，不捨不棄，無懼長夜空虛風中繼續追。風裏燒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。縱是苦澀都變得美，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愛愛未老。願意今生約定，他生再擁抱。風裏燒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。縱是苦澀都變得美，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愛愛未老。願意今生約定，他生再擁抱。是你的雙手靜靜燃亮這份愛，是你的聲音夜夜陪伴我的夢，交出真心真的美，無盡每日每天想你。今生今世，寧願名利拋開瀟灑跟你飛。風裏燒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。縱是苦澀都變得美，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此愛愛未老。願意今生約定，他生再擁抱。我記得喺中環嘅時候，曾經有一棟大廈，我一落去一打望住出面嘅路，就係皇后大道。跟住我見到車上面嗰個就係哥哥，佢同我對望咗一眼。哇！嗰一眼我永遠都記得，因為頓時之間我心跳跳咗200嘅，跟住我就唔敢望佢啦。嗰一下就係唯一一次見過佢，亦都係我哋嘅香港樂壇嘅一個超級巨星。如果講到巨星或者偶像嘅話，我第一個偶像就係梅艷芳小姐。我記得喺7歲嗰年喺屋企咧，唔知點解咧，啲隔離好中意去隔離鄰居屋企玩嘅。咁咧有個 auntie 就同我媽媽講話：哇！你睇下你個女好得意啊，佢喺度跳緊夢伴啊咁樣。咁當其時嗰刻，我要知道原來佢嘅歌曲係好感染到我。咁梅艷芳小姐的而且確係好感染到我。當然係佢嘅唱歌啦，同埋佢做人嘅堅毅啦。咁喺芸芸嘅歌曲裏面有好多首歌，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。但係今晚我揀咗呢一首歌，呢首歌可能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，或者聽完之後覺得我記起啦呢首歌。但呢首歌係講佢嘅故事嘅，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首歌。而呢首歌我亦都先嗰排做一個訪問，唔係我做訪問，係我嘅訪問人。嗰位歌手叫做
湯令山 Gareth T， 我同佢介紹咗呢一首歌《歌之女》，希望你哋都喜歡。我記起當天的一個小姑娘，她身軀很瘦小。我記起她於北高廊那一區，共戲班唱些古老調，舊戲院永都不滿座，她照演以歌子肚餓，舊戲三院觀不錯，中強觀處頗多。我記起當天的一個小姑娘，她喜歡觀雨飄，也許她喜歡知當雨及風吹，路向可變得出意料，或有天她都可叫座，她也許有天不再我，或有天犧牲不破，聽眾不止半個。是我，當天的他更是我，絕對想不到你以這種愛來相贈我，為你歌，為你歌，謝你始終不棄掉我，亂了麼，亂了麼，多得你大人我起過，若永可。願你歌，便再不需得到什麼，凝望你找到愛，找到我。歌之女，有一啲嘅前輩歌手，佢留下好多一啲嘅經典嘅金曲，而每次聽佢哋唱呢啲歌，都覺得佢係最原汁原味。而呢一位嘅歌手，我好慶幸亦都曾經同佢接觸過。咁啊，想當年啦，我記得係2013年，係啦，2003年我就揾呢一位歌手做訪問，毫無架子，好關懷有加。原來佢係1991年嘅叱咤新力軍金獎嘅女歌手。而呢位歌手咧，亦都係想當年我邀請佢做訪問，即係我哋再次做訪問嘅時候，第一位嘅男歌手，而第一位嘅女歌手就係啱啱同我合唱嘅歌莉亞小姐。呢一位歌手叫做李國祥。抹乾的眼睛張開，這裏只得風與海，就讓我對你悄悄說，仍然期待，抱緊一世的精彩，哪怕一生的變改，未讓這世界察覺，暗暗地記載。餘情未了去又來，回頭又錯偏不改，無奈又無奈，離別但未放開，分開漂泊再遇，如常再分開，捉不緊一切仿似命運，就是你的我。分開漂泊再遇，如常再分開，捉不緊一切仿似命運，就是你的愛。我記得 KC 仲邀請過佢擔任我其中一個歌唱比賽嘅評判，亦都唱咗佢另一首好好聽嘅歌曲，叫做《無價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翻去聽下。講完一位男歌手，亦都要講下一位女歌手。呢位女歌手，佢絕對係人靚聲甜。佢亦都係咧同剛剛阿 KC 咧係同屆嘅，同屆亦都
都攞到叱咤女歌手金獎，佢叫做黎明詩。呢位女歌手我好欣賞佢，點解咧？因為其實話説咧喺疫情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個平台就做咗啲live 啊，大家好中意睇 live 嗰陣時呵，咁咧我就邀請咗佢嚟我個平台度唱歌啦。咁嗰次咧就係應該經文佩玲前輩咧就介紹嘅。第一次見面啦，同黎明詩，哇，好親切。佢仲特登咧買咗袋嘢過嚟俾我哋食，好好味。佢話好好味啊！你食啦，呢個雞翼啊，雞翼尖啊咁樣，咁好開心。咁當其時嗰晚嘅 live 咧，我哋唱咗一首歌俾佢聽，即係希望佢可以俾個驚喜佢啦。咁點知佢又好感動。咁喺我哋做呢一個 show 嘅時候啦，咁我又揾翻啲相出嚟啦。咁我又 Google 下，揾翻啲相，抄啲相出嚟。一 search 到佢自己嘅 Facebook page， 亦都要 search 到我哋當日開 live 嘅情況。嗰個當日開 live 情況，佢擺咗喺佢自己嘅 page 度，就足以證明佢對於我哋呢一個 live 係有幾珍意重之。我好感謝佢對我哋呢啲嘅小媒體嘅支持。嗰晚好開心，係唯一一次我見佢，但係佢真係好 nice。我送咗一首歌俾佢，而呢首歌可能未必大家好認識，但係絕對係一首好感動嘅歌。希望你哋都喜歡。Remember 無盡之愛。情愛如若說早已注定，一切將不需決定，讓我爽快奔向你身邊，不需顧慮你共我一些處境。如我曾令你感到快樂，使你開始不信命，沒法掩蓋心愛的呼聲，一般渴望與憧憬。就算相聚暫短有段落，真愛誰能分薄？就算分別大家都寂寞，而這些牽掛令人回味也快樂。這一些愛的感覺會令人一世亦依依不捨。如你明白我心跳上落，早晚有點失落，沒有像你跟我遠走，不想你受到束縛。Remember 只求共你相愛，人世沒有再令我能意外。Remember 愛像野花，難知道為誰開，只想一天會得到被愛。Remember 只求共你相愛，人世沒有再令我能意外。Remember 愛像野花，難知道為誰開，只想一天會得到無盡之愛。Thank you。其實呢人生咧就係好搞笑嘅，有啲朋友咧會覺得我好勇敢嘅，乜好勇敢咧？即係中意唱歌，自己係搞個音樂平台跟住幾廿歲人，跟住參加電視節目跟住仲要幾廿歲人，跟住就會出歌咁樣。係我都覺得自己可能有少少乜嘢都唔諗啦，我嘗試去做啦，唔知道做成點，但係個結果可能話俾你聽，你原來可以得到呢樣嘢。
但係我覺得人世咧，即係點解今日開呢個演唱會，我都好希望自己爭取時間，趁而家呢個時間，仲有可以唱得到嘅時候，我要唱。因為咧，我記得喺2008年嘅時候咧，嗰陣時 backstage 我好似得到30分鐘嘅表演機會，而嗰次咧有好多朋友嚟啦，好多朋友嚟啦，咁啊亦都我唱咗一首我媽媽最中意嘅歌《最愛是誰》，而嗰一刻嘅時候咧，我嘅爸爸媽媽咧都係在場睇住我唱，但到今日啦，17年嘅光景啦，佢哋應該喺天上都好開心。最愛是誰？在世間尋覓愛侶，尋獲了但求共聚，然而共處半生都過去，我偏偏又後悔。別了他，原為了你，留住愛，亦留住罪。誰料伴你的心今已碎，卻有他在夢裏。為何離別了，卻願再相隨？為何能共對，又平淡似水？問如何下去？為何猜不對？何謂愛？其實最愛只有誰？任每天如無過去，沉默裏任寒風吹。誰人是我一生中最愛？答案可是絕對。為何離別了，卻願再相隨？為何能共對，又平淡似水？問如何下去？為何猜不對？何謂愛？其實最愛只有誰？為何離別了，卻願再相隨？為何能共對，又平淡似水？問如何下去？為何猜不對？何謂愛？誰讓我找到愛的證據？多謝阿堅，彈得非常之好 ，Thank you，俾掌聲阿堅。